另外一个政治新闻，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伊早就讲过，讲要挑战2026年县市长的选举，这咱知影。即马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更加压了讲，黄国昌捌私底下亲嘴甲问讲，国民党敢有可能让？针对这点，黄国昌讲当时情形是，伊有问讲国民党敢愿意比民调，毋是伊所讲的让。李明贤是伫节目中表示讲，伊用台语的让，意思是互相找到适合的合作方式，并无什么人爱让什么人的意思。我哋用台语讲啊，你要让无，那个叫做整合啦，不是讲台语讲啊礼让或不礼让。节目镜头我就是来甲大家解说这个意思，因为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前日讲伫咧节目中叫了讲，黄国昌伫咧辩说问起国民党敢有可能向时间继续讲。我有建议说，是不是有可能两党之间有没有可能采取整合的一个方式，民调整合的一个方式啦？黄国昌委员也提到说。他只是讲一句，他当然用台语说：“阿林国民党敢有可能让？”怎么可能啊？还是要想办法，只有一组出来，要不然会让民进党渔翁得利。然后我就笑着问他，说：“啊，你们国民党愿意比民调吗？”他跟我说：“怎么可能？”两位查甫主角拄好伫咧网络节目同齐录影，讲到是花头戏面，敢若无受到公众言论的影响。不过2024总统大选记者也清清楚楚，2026敢讲搁要搬一出哪北合？没长进、没志气的家伙，还选什么新北市市长？我想新北市市民也看不起这样的一个政客。那台湾民众党有台湾民众党自己的路线。我相信这种事情应该不劳林淑芬委员费心。同款是立行新北市长呼声真悬的立委林淑芬，回是讲甲双99。另外一边，民间报告后一届市长人选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冒回要讲。面对国民党人才济聚，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步骤来。那现阶段我们还是努力吧，把市政做好。就算离县市长选举也阁有2年多，那立北战斗嘛已经开始烧卡捏手，伫咧做准备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